今天真有意思呀！孟总乐在其中啊。都说你厉害，没想到你这么厉害。这次算是领教了，差一点就栽在你手里。你运气真好。你要这么说，看来我们对这个怎么收这个尾，是能达成共识了。我的建议是，这次这个会议纪要啊，还是需要归纳一下。要照现在这个样子交到总部，那这些年，咱俩就都别想被提拔了。你想怎么归纳？刚才严坤、张小鱼闹着要辞职，你就不该在当场签那个字，错开这会议时间啊，这事儿就好解决了。现在还得我来补救。这样吧，首先呢，我们要模糊掉他们那个辞职时间，尽量跟这个会议呢不离开。还有就是，刚才会上他们说了一些含含糊糊的话，就都抹掉吧。这一句才是你来找我的重点吧？我知道，这一次看上去呢，你是吃了一些亏。毕竟2个员大将同时辞职，对你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补偿你的。说说看。有一个前提，首先你要做好他们为什么离开这个文章，后面的事情呢交给我。我和总部那些我能说得上话的大佬，一定会帮你圆好这个场。还有就是，你那个组织结构调整方案，你不是建议暂缓吗？那我表个态，我同意了。你不同意，这个方案也只能暂缓了吧？是有这个可能啊，但是有我的支持，那不是更好吗？难道你还真想弄个2败俱伤啊？像张小鱼这样的红人突然辞职，谁来负责呀？总不会是我吧？张小鱼辞职，我很意外。我也很意外，但是我知道，严坤辞职，一定是你事先安排好的，否则说不通啊。他总不会让自己辞职，来和我同归于尽吧？按理说他是不会帮你的，对吗？自以为运筹帷幄的人，都容易有你这样的苦恼。先用严坤对我的指控来否定这场会议的合法性，让我白忙一场，再让我在总部受到职业道德的质疑，后边断了我任何的念想。如果这事儿再严重起来，甚至可能把我调离亚太区。林睿，我从心底是佩服你的。全部的谜底呢，我自然是不会告诉你，但有一件事儿，我倒是可以跟你讲。这个计划是严坤自己提出来的。什么？意外就是发生在计划之外嘛，就好像张小鱼辞职，也意外的挽救了你啊。你们俩可以啊？哎，这么早就去买菜了？你怎么不上班呢？对呀，你没有上班啊？那正好，我们回去做了饭，好好收拾一下。这个房子6点之前要交出去的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们给你租了一套一的，你一个人足够住了。我跟你爸过2天就回义乌了。拿着，证明的钱去换银行。这套房子还是咱们家。等会儿，哪来的钱呢？我从小就跟你……不许借钱嘛！我知道的，老爸。那你还借？放心，这就是我提前向公司预支了3年的薪水，加上我之前还有一些存款，正好够了。快拿着，快拿着！哎呦，老公，你看我们的小鱼多能干啊！爸妈，你们的女儿应该长大了。
其实我们这个家，早就应该由我来扛的。妈，这么多人呢。行行行，女儿懂事了，来，上班去吧。啊？你给我做好吃的啊！我要我最爱吃的菜。要去上班了。你去吧，去吧。去吧，去吧，去吧。做我最爱吃的菜。你早点回来啊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，啊！快，回去吧。你们分居了？其实是他自己搬出去住了。会离婚吗？没想好。我这儿有2张飞往东京的机票，我帮你做一个决定，好吗？严坤，我想你是误会了吧？你听我说，你上回跟我说，你留在上海是为了守着他，可事到如今还有这个必要吗？你心里应该比谁都清楚，他早在广州的时候就已经不是你的先生了，不是吗？我知道，我什么都知道。可是，一个离了婚的女人，哪怕事业再成功，在我眼里就是不完整的。不对。那是别人眼中的看法，冯静，在我的心里面，你外表温婉，内心其实非常的坚强。你那么优秀的一个人，难道真的只是为了维系一个外表看似光鲜亮丽的婚姻，而去忍受一个常年背叛你的丈夫吗？难道你所有的努力都只是为了一个徒有虚表，却每时每刻都让自己伤心的泡影吗？抱歉，这些话本不应该从我的嘴里说出来，但是我真的觉得你该醒醒了，请原谅我的措辞。我的事，请让我自己解决好吗？喝茶。跟我去日本看看吧，换一个新的环境。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找回自己。那边的一切我都已经安排妥当，我们一起把小小也带上。小小很可爱，不是吗？我真的很喜欢她。我相信我自己也会把小小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。我也会追求你，当然，一定在你离婚以后。而现在，我只是以一个朋友的身份，守在你的身边。我会尊重你的感受。说说工作吧，那边呢是一个化妆品公司，是你最喜欢的，也是你最擅长的工作。只要你去，职务就是高管。严坤，谢谢你。
些年，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到温暖。对不起，叶坤。没事儿，都是我自愿的。可是我真的还没有想好。谢谢你。后天中午11点，飞日本。我真心的希望在机场可以见到你。再见，严坤。我不想在什么都没想好的时候，就做一个关于未来一生的决定。昨天的事儿，谢谢你，丹妮儿。没事儿。你说的对，我们之间本来就没什么关系。你不要和我说对不起。我想清楚了，我想什么都别说了。张小鱼和但丁的故事，结束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我的事儿，还有我爸妈的事儿，我可以的，我可以的，我能扛。从第一次呼吸，有爱的感觉。回去吧。真的，今天晚上我还有好多事要做呢。再见。再多安慰，变成雨水，在天空漂流着，怎么轮回？想起你会是一朵玫瑰，怀念你忽然间大风又吹，整个世界并不缺谁，就缺某个人就算遗憾。为我
去的事儿咱就不提了。两个人在一起，什么最重要？你说，是不是开心最重要？我觉得你特别的干净、纯粹，敢爱敢恨，跟我挺像的。在找张小鱼啊？还是没人接吧？我找谁管你什么事儿啊？他辞职后去了 LND。不可能。他走的那天，有人在楼下看见 LND 的老总塞琳娜亲自来接的他。胡说八道 ！LND 是我们死对头，他怎么可能过去啊？为了生存啊，不然他能怎么办？不过我比较好奇的是，他会担任什么职务呢？哎，你要是问到的话，记得告诉我啊。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？因为我有一件事要告诉你。下午，林总召集大众日化部的人开会，可奇怪的是，我身为医美部的人，却也要参加。你说，我们俩会不会又要共事了呀？善意提醒，作为总监助理，你的有些言辞该注意一下了。我给您简单介绍一下，这边是我们 ND 中国区所有员工的一个资料库，包括有电子档的，我待会儿发给您。然后这边的所有同事主要是负责华东这一块的业务，这边就是我们的市场部，主要负责销售产品和采样，他们是这一块的主力军。然后我带您去我们中国区总裁办公室，总裁在里面等着您。谢谢。请进。两件事情跟各位宣布一下：第一，大众日化部总监张小鱼辞职；第二，原南区总监麦文接任大众日化部销售总监。考虑到麦总的家庭原因，他的 base 设在广州。原医美部经理林潇潇任大众日化部秀儿梨品牌总监。最后一句话，中国区是亚太区最强，过去是，现在是，未来也会是。所以为此做出贡献的人都将获得奖金和晋升，敢于内讧、敢于扯后腿的人，一律开除。接下来看各位的了。潇潇，我的 base 在广州，你在上海。修理是大众日化的最大品牌，你的业绩很重要。中国区大众日化的日常管理，特别是东部地区的这一块，希望你以后多多协助我。是，麦总放心。讲两句吧。SW 崇尚竞争文化，我希望大众日化部从今天开始，成为 SW 最强悍的冲锋队，勇往直前，绝不退缩，赢得属于我们每个人自己的辉煌前程，捍卫从林总、舒总那里传承下来 SW 王者的荣耀。大众日化部也是一个全新的部门，我希望在麦总的带领下，跟各位一起创造一个 SW 中国区的全新时代。
世事无常，对吧？方总，你什么时候过来的？进这间办公室是刚才，但是跟 LND 正式签合同，应该会是过几天，比你晚。什么意思啊？你应该跟 SW 没有签竞业禁止吧？我就是去年签了华东区销售总监助理合同，就这么一次，我没有签过竞业禁止。那我没有猜错。SW 的规矩，竞业禁止一般会签高端技术人员、行政机要、中层以上的干部。你那时候还是小助理，不上不下，没有来得及签也是正常的。不过，即便你签了 ，Selina 还是有决心要你来的。打官司嘛，扯皮2年，这个钱你早就替公司挣回来了。可是您肯定签了竞业禁止吧？现在已经解决了。我在 SW 没有完成的理想，现在要在这里实现。我这次来 ND， 没有什么大的愿望想要实现。我了解，你是迫于无奈。可是谁说的好呢？当初你去 SW 想法很奇怪，是为了找前男友，对吧？可是现在你已经做到了中国区大众日化部的销售总监。那我这次来 LND， 理由也很奇怪，是替家里还债。LND 给我的薪水很高，而且还愿意支付我3年的薪水。我知道 ，Selina 问过我的意见，毕竟预支3年的薪水不是小事。我告诉他，能挖到张小鱼，什么条件都值得，因为张小鱼可能不是最好的，但是最值得信赖的。最值得信赖的。是的，你的能力、坚韧和品行加在一起，是最值得信任的伙伴。我明白你说什么意思了。不，你没有完全明白。过去的让它过去吧，我不会问，我也不想再提起林睿。我是想说，未来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俩都放下过去，在一起并肩作战。LND 中国区总裁方静 ，LND 中国销售总监张小鱼，一起联手，打出一片新天地。这么快就出院了？对呀，虽然说是肿瘤，但是好在他们有体检的习惯，所以发现的早。再加上就是个微创手术，所以术后6天就可以回家静养了。丫头啊，怎么了？你知道吗？做这手术之前啊，我妈她连遗嘱都写好了。还给我爸安排了续弦的事儿。我爸呢，全程都笑呵呵的，一个劲儿的说安慰他的话。一直到我妈被推出手术室的那一刻，他突然间就抓着我，哭得跟孩子似的。那会儿我就在想，我是不是应该帮他们做点什么？你是想回仁泰了？你觉得我应该回去吗？我呢，买了机票，我准备除夕过去陪你过年，所以到时候我们俩再商量好吗？林总还是得站好最后一班岗啊！我每年都是最后一个走，习惯了。张小鱼去了 LND， 发给总部的会议纪要发了吗？发了。我担心这次的辞职风波对你很不利。你还笑？本来是完胜的局，张小鱼又成了最大的变数。好在这次没有让孟凡得逞，他打击你的计划被搁置了。接下来怎么面对总部的质疑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。对了，
秀儿梨的品牌总监为什么要给林潇潇啊？我给谁？现在这个状况下，我给谁合适？王磊在医美，我接下来还准备把战略给他。肖文和董小姐都才具不足，你又扛不了这么大的压力，我能给谁？林潇潇野心和才气确实是够，可是我担心她跟谭伟伦的关系。那就使用他的才气驾驭他的野心。他跟了谭伟伦，怎么就一定是对孟凡有利，不能反过来呢？啊，有道理。我先出去了。等一下，张小鱼去了 LND。有人看见他有没有签竞业禁止合同？对啊。哎，不过我听说这种官司一打就得1、2年，所以很多公司都是内部查一下。行，我让杨总马上过来。张总，赛总，怎么样？办公室还喜欢吗？特别喜欢。我们 LND 啊，比较接地气，不像 SW 这么高高在上。就跟 LND 的打法一样，不求好看，只求时效，无限贴近市场。精辟。不过吧，这还是企业文化的不同，一个是法国老牌，一个日本新秀。这前者呢有本钱装贵族，后者呢只能寻求一切可行的办法。但是，在这样上升期的企业奋斗，我个人觉得比较有成就感。你说呢？其实我一直有在研究 LND， 只是吧，以前是作为对手，如今是当做自己的公司。我觉得想要走进这个企业的文化，我还需要更多的时间。其实方静对我说过，你呢打单的时候是冷不忌，爱用脑子。可是他说，你对于自己人是从不说谎的，你最可贵的就是值得信赖。最了解自己的，往往是对手，而不是朋友。我呢想跟你说一句话，LND 吧，架构虽然看起来跟 SW 差不多，但实际操作起来更加的直接。比如呢 ？LND 的核心力量就在于大众市场的扩张。你身为中国区销售总监，遇到什么问题，直接向我汇报。直接越过中国区总裁，直接向您汇报。是的，我就是这个意思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蔡总。看一下邮件再给你回复，好吧？哎，门外东740。什么东西啊？俺老公。你神经病啊你！我行李都收拾好了。哎，你什么反应？没有惊喜，没有感动，没有爱的拥抱吗？我8点的飞机要去找你。烦死了！哎呦，来吧！是不是我不在家你不好好吃饭啊？脸色那么差。明明是肥了嘛。你有自知之明啊！哎呦，哎呀！你什么情况啊？你不都说好了在国外过年吗？哎呦，你怎么那么轴呢？你自己慢慢合理吧。是不是家里什么吃的都没有了？有点儿吧。有点儿吧，我不信，我给你都准备好了，我告诉你，什么事儿都让我料到，以后啊，请叫我小诸葛啊。
你这么突然回来了，不是仁泰出什么事儿了吧？不要咒我们仁泰，仁泰好着呢啊！单纯就是担心你，怕你一个人在家过年无聊，专门飞回来陪你。不对，你这么突然回来了，肯定有别的事情。我决定回仁泰。怎么突然想通了呢？我长大了。知道我妈那个人，就是一个非常文艺的小女孩，又任性又敏感又傲娇的。我以前啊不愿意在家里待着，就是因为她闹起来，我都受不了。有好几次我都觉得老金快被她气死了。但这就是老金厉害的地方，他每次都能笑眯眯的去哄她，把她哄得开开心心。你妈可真幸福。是很幸福啊，知道吗？这回我们在那边呢，做完手术，我找了4、5个看护，我们去看着她。但到最后呢，要变成真的是看着她，从头到尾全是老金一个人在忙活，谁都插不上手，包括我。我一边看着老金这么忙前忙后的，我就一边在想，这么一个男人，肩上有这么重的担子，在外头杀伐决断，怎么就能在家里面放下所有的架子呢？一门心思的照顾我们。我想了半天，大概只有一个理由，那就是老金需要他。换句话说，可能是我妈的存在，才成就了老金的今天。我可能永远也变不成像你妈妈那样的女人。你又想多了，我不是让你给我做小妈来的，我说这些只是想给你预先道个歉，因为可能从明年开始，我真的就没有那么多时间陪你做早饭，给你做晚饭，天天缠着你。因为是时候，老金肩上的担子，我应该拿过来分担一些了。毕竟一个男人，要是连家人都照顾不好，有什么脸说自己可以把事业做好呢？唉，孩子怎么突然就长大了呢？说吧，兄弟，我能为你做什么？有。嗯，给我把菜摘了。好的。给你做春卷。嗯。我刚才吃了5个春卷，就500大卡了，还有那么多排骨、虾、鱼，啊，这么散步1个小时根本消耗不掉啊。好解决呀，那就散3个小时。金先生，我这么吃下去会变成一个大胖子的。没事，我郑重向你保证，无论你吃成什么样，我都喜欢。你为什么喜欢我？我自己都不喜欢我自己，真的。都这么长时间了，你现在问我这个问题合适吗？合适呀。不想说。说一下。不想说。说。不想说。说一下。啊，行，那让我想一想啊。
大概呢是因为你每周五的晚上都会到那个酒吧，点一杯 Margarita， 一个人在吧台坐下，慢慢的喝完，再坐5分钟，9点钟准时离开。我一开始只是好奇，怎么会有一个人去酒吧喝酒就像上班打卡一样，不早1分钟也不晚1分钟？他到底是谁？他又有什么样的故事？原来你还是个偷窥狂啊！是一个很有恒心的偷窥狂。我本来只想在那儿待2个月，但是因为你一桌去1次，我生生的扛了半年。从一开始好奇，到慢慢期待，到最后停不下来去想念。我不知道我在等什么，也不知道还要等多久。我只知道那段时间是我这一辈子最美好的，也从来没有过的心动。现在我终于等到了。你说是我让你的世界忘了旋转，春光灿烂，就是因为这个你，让我笑没了脾气，在这样的年纪里。张小鱼，春节过后第1天就来 SW， 忘了你已经辞职了。我回义乌过年了，过来给董小姐拿点东西。喂，你偏心了啊！给董小姐带没有我的份儿。那给林总也带啦？那么多东西，我哪有手拿呀？我走了啊！哎，等等，干嘛呀你们俩？今年呢，我在新加坡过的年，本来打算一会儿分给大家的，给你一个吧。可以啊，都见公婆了，拿着。我们俩呢，计划今年结婚，到时候要来哦。行，恭喜了。那你呢？到底打算跟温哲好，还是跟但丁好啊？都不好，而且我现在也不想谈恋爱了。也是，毕竟 LND 没有 SW 大，做起事来一定很繁杂吧？那过完这个月，是不是就要跟我们打仗了？林潇潇，真要打，怕的人应该是你。我知道你现在一定特别开心。行了，没什么事，我走了，拜拜。现在你知道了吧？一直都不讲。走，新的一年开始了，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你们并没有。截止到春节，表现的最好的只有电商部，不仅仅是销量的涨幅，重点是各大品牌的电商宣传方案已经都推到了 Justin 的手上，他只是一个市场部的经理。其他部门，尤其是大众日化部，表现并不好。麦总，前2个月的成绩你满意吗？目前我们跟安迪还是处在焦灼状态，我感觉他们在步步紧逼。不是焦灼，是正在反超我们。从大数据上面看，可能变化不大，但是小的地方，比如说人泰，上个月仅仅差我们2万，那这个月呢？应该要反超我们了吗？林总，我一定压下他，不会输给他。大众日化是 LND 的主场，方静和张小鱼都过去了，你感到压力是对的。